聖公會為普世性教會，係各地方教會因持守同一信仰而凝聚嘅普世團契。全球現時有38個獨立教省，遍及160多個國家，信眾逾8000萬人。香港聖公會唔單止建立教堂，亦積極推動教育同社會服務，致力將和睦、平安同埋喜樂帶俾本地社群。聖公會以牧區為最基層及最前線嘅組織，牧區再按地域組成教區，教區則合組成教省。香港聖公會現時由3個教區及一個傳道地區組成，教省由大主教管轄，參與普世聖公會嘅工作。聖公會早年來華傳教，關注孤寡老弱嘅需要，效法基督愛人如己嘅精神，實踐行公義、好憐憫嘅使命。事工集中於服務弱小及被遺棄嘅一群，掃除社會不公義，致力照顧長者、釋囚、孤兒，甚至麻風病人。係當時喺北海呢，就有一個麻風病院。大家可以了解呢，如果患麻風嘅人呢，係俾成個社會係唾棄嘅，係流放嚟嘅。而呢，我哋嘅前主教同埋我哋嘅教友呢，係竟然走入個麻風病院裏邊咧，去關懷呢一啲俾人唾棄嘅人，令到嗰個記載有一句咁有趣嘅說話，就係話充滿希望。聖公會一直以嚟帶住呢一個使命去服務社群，工作結合咗傳道、福利救濟及辦學。喺聖公會港澳教區年代，各個牧區亦按社區嘅需要而開展服務，不同嘅社會服務機構亦相繼成立，提供即時救濟，改善民生。30-40年代，香港經濟疲憊，民不聊生，兒童問題尤為嚴重。何會督就喺大埔呢個地方設立咗聖基道兒童院，咁係一間孤兒院嚟㗎。當時佢哋都係教導啲兒童咧，係自己去種菜啦、種瓜啦，甚至好特別。我去嘅年代70年代啦，仲有養緊豬。咁我記得有一年咧，我哋就趕咗啲豬去大埔墟嗰度賣咗6000蚊。咁所以係好靠呢啲自己嘅方法去養活間兒童院。二戰之後，逃港難民大增，大多孤苦無依，而香港聖公會喺戰後復原方面不遺餘力。由於資源緊絀，教會更需運用創意以突破種種限制。何會督係衝破咗嗰個宗教嘅界限，因為我哋聖公會係基督教啦，呢度係一間廟嚟嘅，佢居然可以借用到廟嘅偏廳設立咗個兒童會，主要嘅服務都係教佢哋讀書啦，俾少少午餐啊、早餐佢哋食，使到佢哋唔好流離失所。咁呢個係我哋一個好卑微嘅開始，聖雅各福群會就係咁樣開始嘅。經歷數十年嘅變遷，香港聖公會社會服務貫徹行公義、好憐憫嘅使命，細心了解人嘅需要，並仿效先知角色，以創新手法回應社會嘅急速轉變，服務亦漸漸變得更多元化、更具規模。60年代初，聖公會各機構及牧區嘅社會服務百花齊放，為加強合作同協調，港澳教區就成立咗聖公會教區福利協會。當時仲係何明華
會督嘅時候呢，睇到呢有兩個咁樣嘅情況，一個呢就係好多牧區呢，佢哋已經喺度發展緊照顧佢哋當地社區嘅一啲嘅服務，而另一方面呢，就政府開始呢就係提供有一個就係資助嘅政策俾社會服務機構成立聖公會福利協會，就係個目的呢就係統籌各個聖公會嘅單位向政府做呢個嘅資助嘅申請。聖公會嘅社福單位與牧區合作無間，服務與宣教並行。好似喺90年代，鄺保羅大主教亦曾經同社福單位攜手合作，開展東涌新市鎮嘅傳道及服務事工，全面照顧居民身心靈嘅需要。咁我哋開展工作嘅時候呢，我哋呢係為嗰啲嘅居民呢作好嘅一個嘅準備。我哋呢知道呢有啲居民會搬入去嘅時候，我哋要去探佢啦，話俾佢聽我哋有教會同埋有社會服務喺度呢係幫助佢哋啦。咁另外呢，我好記得呢喺第一年嘅中秋節嘅時候，咁於是呢我就舉行咗一個嘅中秋節嘅賞燈賞月嘅一個嘅晚會。咁我買定月餅生果，咁咧然後咧叫啲同事同埋我一齊咧揸住個大聲公咧就去嗌啲居民落嚟咧係參加，咁啊好多居民落嚟，咁佢哋覺得好感動。本着對人嘅愛與關懷，各服務機構嘅員工往往能夠體察到細微需要，迅速回應，